逾越節嘅重點當然就係食逾越節餐啦，但係守逾越節之前嘅準備同樣咧係一樣咁重要嘅。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準備守逾越節呢？我哋聽下馮牧師點講啊。提到基督徒應該點樣準備呢個逾越節晚餐呢？我會話分兩方面。第一個係心靈上面嘅準備，第二個就係對當晚參加呢個逾越節晚餐嘅一啲嘅提示。講到心靈嘅準備，第一方面，我哋需要喺受難節之前能夠有幾段嘅經文，好好嘅默想耶穌基督受難嘅片段，加以默想。第二方面，我哋需要求聖靈幫助我哋，能夠有一個認識耶穌基督藉住逾越節所俾我哋嗰種嘅愛。當參加當天晚上逾越節嘅時候，我哋有幾樣嘢要提示。第一方面，我哋要存住一個坦誠嘅心參與；第二方面，我哋要盡量嘅投入同埋學習；第三，我哋要跟每一台負責嘅弟兄姊妹嘅一啲嘅提示，使到我哋唔會凌亂。第四，當我哋完結嘅時候，最好能夠一個少少嘅時間，能夠彼此嘅分享同埋禱告。